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高雄市区铁路地下化原道开辟，分为左营、高雄及凤山，共3个计划区。其中位在正义车站旁的老旧社区，原本是工厂林立，黑暗又脏乱。但随着旧自强路桥拆除，建商进驻后，现在已经成功翻转。甚至还打造出火锅一条街，成为绿园道翻转旧社区的最好示范。走在铁道街漂亮的绿园道上，准备吃午餐，但仔细一看，短短一条街，1、2、3、4，竟然集聚了4家火锅店，而且风格都不一样。有即将开幕的石头火锅、麻辣鸳鸯锅、和牛吃到饱的肉肉锅，更有超过70年的老字号火锅，让人相当好奇，为什么这些店会聚在一起？原来这里曾经是正义车站旁边的老旧社区，原本的工厂林立，阴暗脏乱。不过随着旧自强路桥拆除之后，建商进驻，现在已经成功翻转改造，打造出火锅一条街。这个地方以前就是一些铁皮屋临时的工厂啊，所以很乱。而且这条铁道街那时候也是因为自强桥的关系，所以它是阻隔断掉的，是没有通的。那现在市政府把的铁路地下化以后，一些投资商就会来这边投资，所以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有4间的这个火锅店，4间的火锅店是同一个老板是下去开发的。他看好这个地方啊，所以就来投资这4间不同风味的这个火锅店。进到火锅店的民众可以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欣赏绿园道的风景，相当惬意，也不禁大赞这里真的变了好多，生活机能也更加便利。就感觉变很多啊，那就变得，就这边生活机能提高了。哎呀，对啊，就是路过走过，看到火锅就想进来吃个东西，这样，哎呀。又很方便了，吃完又可以出去走走，身体健康。绿园道的翻转开始看见成效，现在打造出火锅一条街，后续不仅能吸引更多厂商进驻，也能带动沿线周边土地整合利用，提升都会景观。连续开了4家的火锅店，这是一个很快的反应。那接下来未来这2侧的房子，我们认为基本上它的房价已经不是当年可以比拟了哈。那现在已经房价变得很高了，那相对很高的，它要充分的利用。那充分的利用，很可能就会做店面的使用。那2侧，我们觉得绿园道2侧的市况跟景观会越来越好，那也会有越来越有店面效益产生。下次经过这里的时候，除了可以享用美食之外，更可以在绿园道散步一下，好好感受这座城市在华丽翻转之后不一样新的脉动。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研究发现，寿山国家公园内猕猴的数量比10年前减少了200至600只。由于是逐年减少，只有长期登山的民众才会有感受。也因为人类喂食会直接影响猕猴的数量，所以登山客就建议在各路口处应该要有更明确的禁止喂食的宣导。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委托屏科大进行112年至113年寿山国家公园台湾猕猴族群的监测研究，发现族群数量已经减少至800至1000只之间，较10年前是减少了200至600只左右。资管处推估是因长期推广禁止喂食达到成效。可以看到猕猴的数量有逐步的在减少。那推测我们这边减少的量是因为猕猴的出生率其实有下降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进食的部分有达到一定的成效，让猕猴的数量能够自然而然的往下降。由于寿山猕猴族群数量仍算密集，数量减少，部分民众感受并不明显，长期的登山客才比较有体会。没有变少了，没有感觉，对不对？对，没有感觉。没有那么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多。是有感觉到的。有了有。我来的时候就觉得有比较少。对。以前是常常是它会怎么样子出现？就是成群就是到处都是啊。到处都是。对啊。一群这样。对对。然后现在呢？你今天去爬？现在就是比较少踩到大便了。
秋冬季寿山上山林野果数量减少，被喂食过的猕猴就会转而向民众抢食，或下山侵入民宅，造成民众困扰。登山客建议在各登山入口处应该有更详细禁止喂食的说明。因为每届的初15拜拜，迄落拢有一寡禁果，拢放伫桌顶，狗吼拢因为咱的门拢开掉咧嘛，所以狗拢会入去甲遮迄落禁果甲伊算断，也是有摆一寡遮的物件。你即摆你甲赶伊的迄落呢，伊会甲你生气呢。因为伊外时我面手做歹看，甲你好像甚至甲你养个安尼，互你感觉讲你要甲赶，伊嘛是无好欺负呢。咱的相关单位是毋是会当我来做一个减少的部分安尼？正常应该登山口附近就要针对那种不常来登山的登山客做适当的宣导活动。你不要只是说一个简单的布条挂一下，说禁止喂食，这样没什么用啊。而且某几个据点，像那个盘龙，像几个比较大的据点，那个猕猴抢食的情况特别严重，那个地方还要再加强宣导。由于母猕猴是在秋冬季哺乳，若民众喂食会缩短母猕猴的哺乳期，让母猕猴马上进入发情期，增加族群数量。自管处劝导民众不要喂食猕猴，让人类与大自然和平共处。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民众搭乘轻轨要进站时，都需要刷一次卡。但这个时候，如果发现走错月台了，就得要重新绕一圈，走到对向的候车亭。但是同站不同月台，进站时是否还需要再次刷卡呢？许多民众表示，进站就是得刷卡，但真的是这样吗？带您一起来了解。想要搭乘轻轨，进站时都需要先刷卡逼一下。但是列车的方向有分顺向和逆向，而且两侧的月台也都没有连在一起，不熟的乘客就常会走错地方，得重新走到对面的候车亭。那这时候重新进站还需要再次过一次卡吗？来错月台，那我走到对面去的话，我需要再重新刷卡。原则上是这样没错啊，就要再刷一次，那再半退就好了。对啊，就跟捷运一样嘛。应该你刷的刷错了，应该再刷一次，在那边再刷一次哦。还要再刷，不同方向啊。许多民众都以为还要再刷一次，可是这样子可能就会造成重复进站。虽然高铁公司有设定7分钟的防呆机制，但有些路段的月台都隔着一条大马路，假如多花些时间做移动，系统时间一过刷卡就会变成出站。这时候再搭上车离开，就可能会变成出站没有付钱而被锁卡。譬如说爱河之星要上车，如果你在这个月台刷错了卡之后，到了对向月台，请不要再刷卡，因为刷卡就等于是你出站了的意思。所以在你还没搭车之前，都不要再刷卡。那如果你是要有搭车的行为的话呢，我们刷一次上车卡就好，然后再等到下一次下车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月台刷卡就好。那同站进出是指，如果你在同一个站你绕了一圈，你再回来的话，这个就是同站进出的部分，这个会被扣款。高雄轻轨在去年正式成员通车，虽然已经过去1年，但是还是有部分的搭车要点需要多加宣导。高捷公司也提醒民众，搭车之前可以多加确认行车方向。在民宿是从小到大就是顺行，反之则是逆行，这样子确认就比较不会跑错地方了。记者双军高雄报道。高雄中都有家春卷专卖店，除了传统的春卷外，还提供各式各样的配料以及客制化的服务，让顾客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春卷。除了花生粉及糖粉，还可以加入海苔粉或胡椒粉，让春卷的口感更丰富。不仅台湾的顾客常常回购，也成为外国游客到高雄必吃的在地美食。在全麦的润饼皮加入各样的配料，这家位在三民区的春卷专卖店，除了常见的香肠、蔬菜以及鸡蛋之外，还会加入春卷的灵魂，也就是酥脆可口的蛋酥，让春卷的口感有更多的层次。像是熏鸡、鲔鱼、坚果都变成春卷里的主角，不仅让台湾的顾客经常回购，也是外国游客到高雄必吃的在地美食之一。Oh, it's very good, very nice, delicious. Whenever I come to Kaohsiung, I have this. 好吃啊！就是好心态食，头一礼拜上食，还有4届。咱介绍人来食，来甲买啊。因为我是老伙仔，我拢食迄款天然的啦，古早味的啦。人即马少年也是染足一项的啦。
啊，我是食古早味的安尼啦。啊，我当然啦，我是台南人啦，啊，我来阮祖囝食，啊，我来拢会加买。我们的春卷啊，本来原本基本上是只有香肠肉松的春卷，就是所谓的传统的春卷。那因为有很多顾客啊，想要换这口味吃，然后给我们一些建议，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啊，就是会尝试不同的口味，然后看如何的去搭配，才能够让春卷吃起来很爽口。所以我们的传统春卷啊，除了基本款以外，我们还可以另外加上自己喜欢的熏鸡啊、鲔鱼，或是坚果、生菜，对。很多种的搭配可以客制化，要让春卷的内馅及外皮都维持最佳的口感，也得多一道功夫。老板娘会将春卷里头的蔬菜水煮过后，立即用电风扇吹干，让顾客久放后食用也不会觉得软烂。另外，不只有春卷的配料多元，还有各样的口味可以选择，让春卷不再只有花生以及糖粉，顾客也可以选择加入胡椒或是海苔，让春卷有不一样的风味。糖度也可以按着自己的喜好进行调整。因为现在人比较注重养生。注重健康，所以呢，甜度的方面通常都会比较半糖以下，那甚至可以选择无糖的，我们还有隐藏版的哦，就是加上黑芝麻或者是花生粉，无糖的。口味的话，我们卖的最好的是海苔跟原味，还有黑胡椒，也是因为说给客人有多种的选择，然后还有客人各自的口味，对喜欢的口味。然后我们希望说给客人最好就是最符合自己想要的口感。觉得吃春卷单一口味不过瘾，还可以加入各样的配料。店家之所以会推出客制化的服务，无非就是希望每一位上门的顾客都可以吃到自己满意的春卷。想在平常的早餐或是午餐来一份美味可口的春卷，不妨可以到这家店尝试，点一份自己喜欢的客制化春卷。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三民区有家煎饺，看起来与一般的饺子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店家卖的是越南煎饺，内馅加入了越南进口的胡椒调味，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而且煎饺的酱汁也是粤式的做法，让顾客吃完相当惊艳。另外还有隐藏版的菜单，就是限量贩售的茶叶蛋，想吃可是得看运气。把手工的饺子放在锅里油煎，乍看之下与一般的煎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过吃过的顾客都知道，这其实是越南煎饺。在历经20多年的时间，当初第一代的老板娘想在台湾试着做出越南的口味，没想到可接受度非常高，吃过的顾客都赞不绝口。刚开始我来台湾，我看很多地方工作，然后我看有卖煎饺，台湾的煎饺。后来我自己想，这边有台湾的煎饺，我可以变越南的煎饺吗？用我的越南的口味加看给我的朋友，台湾的朋友嘛，给他吃看，他吃他讲，你们越南这样很好吃呢。后来我自己想，我这样我开肉比较饱满，然后皮吃起来也有点脆脆的，然后尤其是他们的酱料，如果有吃他们家煎饺的话，一定要搭配他们酱料，他们酱料蛮特别的，甜甜的，跟台湾的有一点点不一样。老板娘把每一颗煎饺都包得非常饱满，搭配特调的酱料，这样的风味让顾客非常惊艳。另外，店家还有隐藏版的菜单，就是秘制的茶叶蛋，因为制作过程繁琐，因此限量供应，想吃可得看运气。还有早餐少不了的配角饮品，店家特制的越南冰滴咖啡牛奶，让顾客喝下肚活力满满。特殊是那个越南的酱油是我们自己做的，然后越南的那个我们自己做的炒辣椒的那个都很特别。煎饺里面有猪肉，有高丽菜，还有特别是那个越南的胡椒粉。茶叶蛋是我自己用那个特殊是我用越南的酱油煮出来，那个味道跟那个别人都不一样。当做小孩喜欢吃，然后煮看，然后我请大家吃，大家都感觉好吃嘛，然后我开始卖。我们咖啡是那个冰点咖啡，就是慢慢滴滴的那一种。我本来要用那个炼乳，但是台湾人不喜欢炼乳，然后我改鲜奶，然后喝点那个无糖，大家都很喜欢。而这家店还有一个亮点，在一旁帮忙把煎饺装盒的老板也与这家店非常有缘分。一开始是一代老板娘的顾客，到店里帮忙后认识了现在的2代老板娘。结婚后，老板会在上班之余与老板娘一起卖煎饺，共同经营这个特殊的美好滋味。口味真的很特别，也很好吃。里面他们加的是胡椒粉，黑胡椒比较好吃，口味比较
重口味。当初是在那边，我也很喜欢吃煎饺，是后来慢慢去认识我岳母。用越南煎饺与冰滴咖啡牛奶加上茶叶蛋当成一天的第一餐，在台湾非常少见。合理的售价加上足够的分量 ，CP 值非常高。想让自己在平时的早餐有些小变化，不妨可以用这组粤式早点开启美好的一天。记者魏国庆、陈英君高雄报道。台南一间主打手工面的店家，面条全是老板每天手工现做，而且老板会根据当天的气温和湿度来调整面粉和水的比例，让面条的口感更有劲道、更 Q 弹。开业17年来，累积了大批的顾客，有些人甚至一周光顾很多次。位于北区公园路上的手工面专门店，开店营业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忙着制作当天现用的面条。不同于其他多数店家直接就要现成的，林老板不怕辛苦，每日手工制作，为的就是要让消费者品尝到筋道十足、口感 Q 弹的家传手工面。面条口感是 Q 的那一种，外面很少吃到。跟我爸爸学的，我爸爸是跟爸爸弟弟的那个老婆。吃了很多家面店啊，我觉得你们家面条口感比较不一样，就很 Q， 很好吃啊。用的比较粗一点是正常，应该都是比较细一点。面条会如此 Q 弹，除了是选用优质的高筋面粉外，林老板也会依照每天的气温调整和面时水的比例，如此才能维持手工面筋道十足的独特口感。我用那个高筋面粉，对，是面粉的问题。对，面粉有差，筋度有差。筋度啊，水的比例呢？看天气。看天气。没有固定的比例啊。所以纯粹就看每天的天气去做改变的。就是如果天气冷的话，水就是要多一点。除了手工面诱人，这家店的水饺、卤味也相当受到消费者喜爱，有些人甚至1个礼拜至少来吃一次。它的面条我觉得很 Q， 之后卤味呢，我觉得淡淡咸咸的酱油味，我觉得配面起来也很好吃，之后水饺也很好吃，所以我1个礼拜会大概来1次至少。手工面专门店用餐环境干净明亮，让消费者安心。各式干面、汤面口味众多，更是吸引人。其中的沙茶半熟蛋汤面更是一绝，面食主义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拥有110年历史的基隆江福记饼店，不仅是在地知名的老字号，更是一座活的文化宝库。第4代店主江进全近期与基隆市文化局合作，举办共读基隆24小时活动，透过糕饼文化，带领民众认识基隆的在地生活和民俗信仰。创立于民国4年的江福记饼店，100年来见证基隆的发展变迁。每一口中式糕饼都可以尝到历史，每一个节庆与糕饼都有其独特的连结。江福记饼店已经有110年的历史哦，这么长的时间里，其实每个年节跟糕饼的结合，还有做这个祭典的结合，其实都跟我们的产品都有相关。结婚回门，大家都会用那个米香来做这个伴手礼。胖来胖去，那老婆饼是我们自己店的传统的一个特色美食，然后它中间是有我们自己做的内馅。老一辈的他们就很喜欢这种产品，然后土地公生日啊，或者观世音生日，他们就会用这个来去祭祀。短边那个冬瓜大饼，那里面的有咸蛋黄，有冬瓜肉，然后有一些果干，结婚啊，然后送客都有这种。基隆最早的是。香辛香料是最早接触的一个城市哦，咖喱饼也是衍生出来的一个产品。那里面有一些自己切的肉馅跟豆沙馅，然后皮是咖喱皮。咖喱饼完美融合了在地特色，还有蛋黄酥、传统老婆饼、冬瓜大饼等，遵循传统制作的口感备受欢迎。我最喜欢吃它的这个蛋黄酥，一整颗蛋黄下去包的蛋黄酥，所以很好吃，对，很新鲜。绿豆椪它吃起来，我觉得跟别家比较不一样的是，它吃起来就很像以前吃的那个口感，对，那不会有一些它比较扎实啦，对，
那现在有一些绿豆椪会比较蓬松这样子，对，个人口感不一样，我比较喜欢吃这一种。为了提供更好的消费环境，江福记3年前进行老屋改建，采用挑高设计与清水膜墙面，创造舒适明亮的空间，赋予老店新生命与意义。近期也与基隆市文化局合作，共读基隆24小时活动，透过糕饼文化带领民众认识基隆的在地生活与信仰习俗。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能知道有地滚生啊，或粥生啊，然后有粿给啊，但我们其实不知道糕饼店他们会做这么多不同的就是因应时节的不同的糕点。与文化局合作的计划也让进泉重新审视并整理在地的文史资料。透过这个文化局的活动，然后我重新读了一些历史的书籍，重新读了一些以前的一些文献，然后再去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当地的东西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值得去分享跟保留下来的。分享早期基隆人的生活方式、饮食文化与祭祀传统与现代串联，让美食之旅多了文化传承的意义。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台湾的街头处处可见咖啡厅，要如何才能在知名连锁品牌及超商林立的咖啡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呢？树林区三家火车站旁有一家小巧的咖啡店，装潢以黑色系为主。老板说，这是要呼应三家地区曾有的黑金煤矿历史。这里不止精品咖啡好喝，生起司更是招牌。透过镜头带您去看看。位于树林三家火车站旁有一间黑白色系、外观看起来与众不同的咖啡店。老板杨宗宪是树林甘源地区的在地人，多年前在台北市从事业务性质的工作，经常请客户喝咖啡，喝着喝着竟也喝出了心得，因此萌生了自己开设精品咖啡店的想法，让家乡的邻居朋友也能够喝到好喝的咖啡。当初应该是说想要把我在外面看到的精品咖啡，然后带回树林。树林其实原本就是有很多咖啡啦，但是有要让咖啡跟美学这种空间美学能够在一起的店，我当时觉得应该算比较少一点，所以想要把我当时，因为我原本是做业务性的工作，有机会在全台湾喝咖啡，然后主要在台北市嘛，然后就觉得很多好的咖啡它会结合空间，结合很多服务跟元素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树林比较缺少这种店，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在树林用一个这样的店，所以我的店通常会有满满的可以用插座，可以 WiFi， 可以亲子友善，可以宠物，很复合式的东西。但是我们最根本的还是精品咖啡。独立的咖啡连锁店要如何做出自己的品牌特色？杨宗宪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定位，那就是跟地方人文地景来结合。因此，山家以前有矿坑，于是山家店的风格就是以黑金作为定位。然后山家到底要做什么？我这时候才去查历史。哇！我身为甘源人，每天经过山家，我不知道山家原来是矿坑。然后我就觉得，很好，我的设计的灵感就来自于我从矿坑去营造这个咖啡厅。来这边算是轻旅行的时候，有一间咖啡厅是跟在地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后来你看我店的元素都是很多很黑色、很方方块块，很多大的音响。我想要营造矿的感觉，对，就是一个跟地方文化有点关系的咖啡厅的感觉。关于店名来发，有点传统土味，与咖啡店的形象不太搭。杨宗宪也有他的想法。取店名的时候，你会陷入一个状况是说，要叫什么店名，然后要很厉害，要有一些意义，要想因为什么，然后用这个店名。那我当时其实想很久，觉得很难。后来我就想到，以前长辈名字都很怂，又很福气。是，我觉得爸妈那个年代，他们的名字通常都怂怂，那又很福气，又很好记，所以我就想说，爸爸名字来发，然后就是来发，然后又很像有一些双关，来一发咖啡，然后来就发咖啡，对，然后反正这名字，我那时候有很多种版本，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成功的话其实好像很孝顺，不好的话需要金援找爸爸，因为丢脸是大数。精品咖啡强调的是果酸果香，是真正爱喝咖啡的人才能够接受的口感。为了让更多大众能够喜欢，所以杨宗宪选择了坚果科，喝起来更加的顺口，但是凉了以后呢，依然带着酸味，不违背精品咖啡的初衷。
其实会做咖啡接触的其实精品咖啡，就所谓的果酸果香。但是我知道在市场性，台湾过去要能够接受这样的部分，懂喝咖啡的人才能接受，爱喝咖啡的不能接受。爱喝咖啡，他们对于咖啡的理解是提神，然后想要可能顺口，然后可以喝一整天的。但那样咖啡又有违背我想要做精品咖啡这种果酸的感觉，所以我们咖啡的调性是坚果可可，喝起来基本上是一杯顺口的咖啡，可是它凉掉的时候还是稍微带酸，回到我做咖啡的初衷。对，所以说我们的咖啡很精品咖啡的人不能接受，喜欢很浓的也不能接受，可是大市场那80%我们是抓得到的。工地刚好在附近，在树林那边，我们就来回就看那个，因为之前就在树林的来发这边就吃过他的生起司跟咖啡，都是很棒的，所以就是刚好在这边三家这边有新开，所以就刚好这边路过，所以就比较顺，就都会来这边买这样。我都是喝咖啡，它味道都蛮香的，跟连锁但是差蛮多的香味的部分那再我都会带那个生起司真的很好吃。真的好吃，他都手工看他实际去做的，真的很棒。咖啡店里少不了甜点的搭配，这里的招牌除了生起司之外，更有山家店才有的山家盐可颂。我们店过去很招牌就是生起司、乳酪跟提拉米苏。那我那时候在用这家店的时候，我想要让三家店有别于我其他5个店有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去找了一个，我觉得就是甜甜圈跟盐可颂这东西，其实外面也我做别的地方也吃得到啦。但是我让这2品项是让我的三家店能够专有，因为三家店它其实空间比我其他店比较小一点，所以我想要让它有一些属于这个店才有的特色。这样，杨宗宪说，喝咖啡应该是一种日常，他希望左邻右舍都能够爱上喝咖啡这件事。我的6家店，我为什么锁定在3营区土树山，就是因为我的客群我设定就是我们的左邻右舍，因为我觉得只有左邻右舍他喜欢一杯咖啡，他会每天去喝。可是如果你在一些商圈高租金的情况之下，那个东西很吃留客干嘛，然后其实没那么固定，所以我从一开始在做来发咖啡的时候，我设定我只是想要把土树山生根做好就好，做一个在地的品牌这样就好了。为了确保咖啡的稳定品质，杨宗宪斥资采购了烘豆以及选豆的设备，并随着喜爱的音乐调配出不同风味的咖啡豆。带着果酸果香的精品咖啡，再搭上口感柔顺不甜腻的生起司，满足了每一位咖啡爱好者的挑剔味蕾。记者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睽违9年，2025台湾灯会重返桃园，吸引了许多民众前往参观。这一次的灯会与许多的知名 IP 合作，不仅有最受瞩目的宝可梦、风之谷，就连日本动漫作品《进击的巨人》也攀上高楼，吸引了许多的粉丝停下脚步抢拍留念。咦，怎么前面的屋顶上出现了巨人？睽违9年，2025台湾灯会在2月12号正式重返桃园，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观。其中这次特地和日本现象级动漫《进击的巨人》合作，在4层楼高的前世科博世界馆屋顶上设置9公尺高、10公尺宽的超大型充气巨人装置，让许多从机捷 A19 站出站的游客远远就能望见，感到惊喜不已，吸引许多粉丝停下脚步抢拍留念，还摆出动漫中的角色姿势来朝圣。而他们也肯定现场效果震撼力十足，尤其当巨人随风摇曳时，更是十分逼真。对啊，特别来在网络上看到那个进击的巨人那个头像很酷，这样子就觉得很大只啊，也就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蛮喜欢巨人的。没有，我是刚好经过，然后看到巨人才很兴奋跑过来。我本来不知道这里有巨人，我觉得很不错啊，就会让人家感受就是实际巨人，你在现实中看到巨人的那个感觉。就是在那个新闻上面有看到，然后就来参观一下，刚好家里住附近，很壮观，超级壮观，而且刚好风蛮大，所以真的有它在动的感觉，有点恐怖。这还原对不对？对。就是网络跟还有电视都有看到，了解，就是蛮厉害的，跟那个什么漫画看的，还有就是动漫看的比例，还有那个真实感，真的都很像。对，就是那个朋友有提到这个，然后就来了，这样子看起来比想象中的好很多，真的。怎么说？就是
它底下那个灯打得还不错，然后侧面看的话，那个肌肉线条蛮明显的，对，有那个气势。虽然是有点迷你版啊，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已经够了。这次的台湾灯会规划和许多知名 IP 合作，不仅有最受注目的宝可梦，现场还能看到童年回忆的风之谷造型灯。而目前系列电影正热映中的《晋级的巨人》，则作为灯会现场的限定彩蛋，并没有事前宣传给大家惊喜。此外，在现场也规划设有大型的动漫布海报、角色旗帜以及相关商品贩售区，让粉丝大为称赞，认为联动多元 IP 不仅翻转灯会印象，也促使更多年轻人愿意来灯会走走瞧瞧。觉得很棒，就是大人小孩都会很喜欢。对，我觉得算是有符合到就是算年轻一代的那种需求，因为这种普及化了嘛，就是动画、动漫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灯会有加这些元素，应该会吸引更多人来看。不像传统的这样子，就是单纯的灯会，然后灯笼啊，或者是说就是可能生肖主题性的东西，就是结合动漫的话，比较多年轻人会来看这样子。因为我本身就是动漫迷，所以最喜欢当然是巨人。但是我自己觉得宝可梦也蛮可爱，就是有联合那个手那个提灯，我觉得非常非常吸引小朋友。所以你自己觉得它这个创新的尝试也蛮好的。对对对，就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晋级的巨人由多家企业赞助设置，而深耕桃园在地多年的中嘉宽屏北建自然也不缺席，希望能为灯会增加创新的亮点，给大家惊喜，让粉丝在看到后都能在脑中自动想起经典的台词。那一天，人类想起了曾经被那群家伙支配的恐惧。记者林报道。为了纪念校友王麒麟和李洋创下奥运金牌2连霸以及跨界12连胜的世界纪录，台北市中山国中提案将校门口前复兴北路361巷取名为羚羊路，获得当地居民过半数联署同意下，正式挂牌揭幕。台北市长蒋万安期盼借此将两人奋战不懈的精神化为台北市的 DNA， 打造台北市成为拥有无限可能的运动城市。在台北市长蒋万安、奥运羽球双打金牌得主王麒麟、李洋与中山国中校长共同挥拍下，复兴北路361巷别名羚羊路正式挂牌。为了纪念校友王麒麟与李洋共同创下奥运金牌2连霸以及跨界12连胜的世界纪录，校方特别提案将校门前这条复兴北路361巷取别名为羚羊路，并获得地方过半数联署同意支持。这也是台北市自102年订定台北市巷弄及广场别名订定要点以来，第一件由市民共同参与设立的别名案例。蒋万安表示，羚羊路挂牌揭幕，除了纪念王麒麟与李洋两人在奥运的成就外，更希望他们在赛场上所坚持的奋战不懈精神，能够烙印在市民心中，成为台北市的 DNA。我们可以让中山国中，也就是我们李洋王麒麟的母校，所有年轻的学子学弟妹，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不管是热爱羽球，或者热爱任何一项运动，又或者是在任何领域，都可以记得李洋王麒麟所带给大家的感动以及精神，也就是努力不懈、奋战到最后一刻这样的精神，以及让所有年轻的孩子都可以记得对每一件热爱的事情那份执着、那份努力、坚持、踏实逐梦这样的梦想。开心的与羚羊路别名牌合照，王麒麟与李洋除了感谢各界的支持，并勉励中山国中羽球队的学弟妹们继续朝自己的目标迈进外，也透露未来的规划。我自己因为现在还在继续征战，然后现在在配年轻的学弟，那当然是希望先在明年的亚运会有机会能够参赛，然后甚至可以突破我跟李洋之前的成绩，然后拿到甚至有机会拿到金牌。那在4年后的奥运会，也希望说可以持续参赛，然后也希望可以突破自己。我的情况下就是可能会希望说可以在未来可以栽培更多的羽球选手，然后让
国际上有更多的羽球选手可以参与，然后为国争光。在完成羚羊路别名挂牌后，对于外界关切的国际羽球馆推动进度，蒋万安表示，场址已经确定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西基地，并完成先期评估，预计将新建地上3层、地下2层，拥有10面训练场地及5面正式竞赛场地，并可容纳6500名观众，符合国际标准的专业场馆。目前的规划，地上3层、地下2层，预计总共可以容纳6500名的观众席，同时规划预计也有10面训练场地以及5面的正式竞赛场地，都是符合国际标准。我们希望未来带给大家的是更多国际一流的赛事，而且就可以如同台北大巨蛋一样，带动运动产业的发展，更多的朋友热爱羽球的运动，也让我们的选手可以跟国际最优秀的选手一起交流，培养优秀的年轻选手，能够站上国际舞台。另外，台北市政府在体育经费部分也增加5.7亿，同时也盘点规划好9处的特色运动馆，并全面调高选手奖励金与异地训练经费等，用实际行动全力支持选手。我们今年度的预算，也相较去年在体育方面增加了5.7亿。我们除了已经规划盘点好9处的特色运动馆，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选手的奖励金，调高，也增加了对于选手国外异地训练以及参加赛事的经费补助。那当然还有包括刚刚所提到的国际羽球馆整体的规划，所以这些我们都希望能够支持我们的选手，支持运动。羚羊路别名牌分别设置在复兴北路361巷的巷头、巷尾及校门口。校门口部分更增加说明牌，说明设立目的。北市民政局方面表示，巷弄别名仅设置标示牌，不会加注在道路指示标志、户籍誊本、门牌证明等官方文件或表格，因此当地住户不用更换任何文件，日常生活不受影响。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1年1度士林官邸郁金香展浪漫登场，今年以爱的寓意为主题，选用30个品种，超过13万朵郁金香，打造8大展区，呈现荷兰、日本、土耳其、意大利等异国的爱情意象与景致。整个园区花团锦簇，美不胜收。2016士林郁金香展爱的寓意正式开幕。在台北市副市长李世川与日本立坡市市长夏野修及荷兰在台办事处副代表等人共同主持下，士林官邸郁金香展情人节前夕正式登场。13万株共30个品种的郁金香，打造出8大展区，将士林官邸园区装点成浪漫的爱情殿堂。今年的郁金香展的主题是爱的寓意，其实是扣合着西洋情人节的概念，然后我们布置了就是以异国的氛围融入我们的郁金香展。那这次选用了这个超过30个品种及13万株的郁金香的呈现，包括有一些杯型，然后羽状、重瓣、单瓣、双色、单色的郁金香，期待着大家一起来感受异国的浪漫氛围。由公园处人员精心规划制作的8大特色展区，可以看见包含日本、荷兰、土耳其及意大利等国的爱情意象与漂亮景致。尤其情定立坡展区更引进日本多项特有种郁金香，也是进献日本皇室的品种，并且以神社绘马郁金香风车为设计灵感，呼应日本情人节文化。这一次的展区，其实我们从门口的荷兰，就是爱在荷兰，其实高9米的这个风车是同仁自己手工制作的。此外，进来主题园区，我们也有大的爱心的装置，也是同仁自己手工制作。此外，在那个土耳其的展区里，也有一些神灯，甚至是魔毯，也是同仁自己利用竹片手工编织而成。那当然也是主要就是透过多色的郁金香搭配一些相关的手工制作的造型物，呈现缤纷浪漫的爱情感受。8个展区，这个名称写得很好。这个爱在荷兰，情定立坡，相恋土耳其，邂逅意大利。想一想都想出国，但是各位大概不必出国。从今天起来我们士林官邸，就跟这个出国一样。
花团锦簇、色彩缤纷的园区，也让爱花的台北市副市长李世川频频停下脚步拍摄。李世川也建议情人节带另一半来士林官邸赏花 ，CP 值更高。有一点像出国一样。明天是这个西洋的情人节，我在这里要呼吁我们所有全国的同胞，还有尤其是台北市的市民，可以到我们士林官邸来欣赏花。因为我刚才大概偷偷的讲了我心里的话，这个送情人大概只有一种品种、2种品种，我们这里有30几种品种，而且来这里把情人带来赏花，还不必要花买花的钱，所以欢迎大家从今天起到2月23号到我们士林官邸来赏花。来到士林官邸，除了可以赏花，还能参加丰富的线上及线下活动，包括球根花卉、绿化教室课程、特色文创市集及街头艺人展演等。在 FB 线上活动贴文下方留言分享展区内与2人以上亲友的合照，更有机会带走施华洛世奇新型手链、郁金香针织花盆及小夜灯等好礼。整个展期一直到2月23号，欢迎民众到士林官邸享受郁金香所带来的春天浪漫氛围。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新的一年开始，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取正向能量和好运气呢？减法就是让自己焕然一新的开运法。位在台南市安南区巷弄内，由青年创业的百元理发店，不仅快速方便，而且10分钟就可以剪出开运发型。尤其店名叫做地方法院，让很多人看了都会心一笑。新的一年约减法，从头开始焕然一新，也是开启运势的关键。其中社区巷内的百元减法店不止方便快速，10分钟搞定，针对开运发型也有一套，成为不少男士理发的首选。就是价钱便宜，然后进来剪完之后，觉得技术方面什么都不错，所以就选择继续剪这样。剪完之后还发现还不错，所以就一直都来。大家可能会以额头上前方不要有太长的头发去遮掩到，所以大家都会相对去修边去修利落一点。那额头这边的头发都相对剪短一些，让它可以很抓蓬露出额头，让大家的运势会比较开阔一点的感觉这样子。老板年纪轻轻，选择百元理发店来创业，虽然非科班出身，不过不断精进，累积服务经验，目前1个月已经有破1000位客人上门，加上没有洗和染，相对单纯，在草创时期减少成本，努力的耕耘，收入已经比一般上班族高。同时有趣的是，理发厅取名地方法院，让客人上法院来理发，也令人会心一笑。我想说过年前来剪个短头发，然后露个额头，做个新气象，改个运这样。他们是觉得那个谐音梗蛮好玩的，这样对，然后也蛮好记的。大家听到地方法院这个名字之后会有笑容，觉得应该可以抓人家耳朵这样子，对。那后来我们想说，如果我们再经营稳一点，那如果之后想要再做精致一点的、客制化一点，我们就可以再采取往高等法院或者最高法院的这个路上去迈进，这样子。在 AI 浪潮席卷之下，减法这一项技术性的服务并不容易被取代，加上经营有方，也让业绩稳定成长。不过从前年开幕至今，为了抗通膨和房租压力，今年起还是小涨，但贴心提醒有推减法卡，买10送2，欢迎大家上法院按铃，判法公道哦。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甘乐阿舍美术馆今年迈入10周年，创办人同时也是艺术家曾英栋特别举办大美10年特展，透过80件作品，见证美术馆10年来日益成长茁壮的历程。艺术创作超过半世纪的曾英栋，把中华电信的仓库机房变成宽阔美丽的艺术展示空间。这间甘乐阿舍10年来举办过无数的展览与活动，不仅扶持新锐艺术家，也吸引众多国内外知名艺术家。这几年，你说这个钱从哪里来？真的不知道。就是该用钱的时候，
老天大概就会派天使来给我们买一些作品，所以这个美术馆就莫名其妙维持了10年。所以这10年，这个我在想说，有点像感恩之旅啦，我就请这些收藏家来一起参展。一路走来得归功许多贵人相助，这次规划的大美10年特展也不例外，邀请收藏家出借作品，呈现多年来的创作轨迹，从气势磅礴的复合媒材、趣味生动的雕塑，到充满当代色彩的数位版画都有。特别的是有主题性。这10年来的作品跟以前是不一样，因为在2012开始，我大概有2个主题，一个是爱，一个是钱。我把这2个符号结合，变成作品的系列。比如说，他画山就变金山银山，他做树就变成生命之树、发财树。曾英动作画天马行空，像是把脚踏车零件巧妙融入，链条、齿轮变身成海洋生物。热情多元的创作精神，正是甘乐阿舍美术馆10年来的核心理念。下一个10年，他希望自己身体健康，才能继续画下去。记者郑怀台南报道。新北有善心民众联合捐赠4辆设备齐全的导盲犬训练用车给慧光导盲犬学校。校长甄汉宁表示，非常感谢捐赠的单位帮助学校汰换老旧车辆，在导盲犬培育及训练过程中，让视障朋友、训练人员及导盲犬更加安全。外人眼中可爱又乖巧的拉布拉多犬，却是部分视障朋友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好伙伴。训练有素的狗狗，除了引导视障者在外行走外，更能随时提醒视障者避免上下台阶隐藏的风险。由大台北地区多个扶轮社及台北市美声协会和好的协会共同发起的你是我的眼慈善公益音乐会，在去年温暖演出后，感动许多爱狗的善心人士。他们串联共同捐赠了4辆设备齐全的训练用车给慧光导盲犬学校，希望能帮助学校汰换老旧车辆，未来在导盲犬培育及训练过程中，让视障朋友、训练人员及导盲犬更加安全。台北市南港扶轮社地区总监曾国峰表示，扶轮社这几年一直为导盲犬学校服务，尽一份心力。这次捐赠的契机主要是来自去年的公益音乐会，希望能借由这4辆训练车，让视障朋友、训练人员及导盲犬未来更加安全。我们这几年也都为这个导盲犬的训练学校做一个服务。那这次能够捐赠这4部车呢，是从我们今年一开始就是有一个音乐会，也是为我们盲人重建中心就是为导盲犬所捐赠的部分。那这个4部车子能够带给这个视障的朋友非常棒的一个帮助。为什么？因为它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眼睛。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带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陪伴，尤其陪伴我们视障朋友在他们的生活上，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精彩。捐赠仪式当天，多个扶轮地区合唱团、美声合唱团及好德协会合唱团联合以快闪的方式，在现场演唱《你是我的眼族曲》，期盼慧光培训导盲犬，让导盲犬成为视障朋友的第2双眼睛。慧光导盲犬学校秘书长彭小涵表示，很感谢4个单位捐赠车辆，供学校视障朋友、训练人员及导盲犬日常训练使用，也帮助学校在训练导盲犬的路上更加顺畅。很高兴呢，这次有这个机会，一共有4个单位一起联合捐赠了我们4台导盲犬的训练用车，分别是大中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大中国际的台中分所及和安城还有乔威科技这4个公司。那透过这个捐赠的活动呢，捐赠的4台用车可以用在我们的狗狗从出生开始，他们要去动物医院打预防针，在寄养家庭的时期要做社会化的训练，去练习搭公车、搭捷运、去大卖场，那以及回学校训练的时候，由训练师带着他们在台湾的大街小巷可以做导盲犬的训练。最终呢，他们去为视障朋友服务的时候，也会需要训练用车的帮忙，来带着视障朋友与他们抵达到我们训练的地点，帮助我们在训练导盲犬的路更加的顺畅。4辆训练车外观上也印有可爱的狗狗图案，增加识别度。
其中3台 Rocky 号训练车分别是红色、蓝色及绿色。红蓝绿是光的3原色，有了红蓝绿就可以组成各种颜色，就有了彩色的世界，也象征导盲犬为视障朋友的生活带来缤纷的色彩。另外一台紫色的小丁号训练车则是祝福大家紫气东来，旺旺旺。慧光导盲犬学校校长曾汉林表示，学校自1991年成立以来，一直以培训导盲犬、免费提供视障者为服务宗旨。非常感谢捐赠单位帮助学校汰换老旧车辆，在导盲犬培育及训练过程中，让视障朋友、训练人员及导盲犬更加安全。期盼未来能借此加速导盲犬培育计划，帮助每一位视障朋友都能各自拥有可靠的开路天使。精彩不伦，神奇不伦。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位于台南普济街88号的历史建筑，由普济文史研究协会历经1年多的修复，摇身一变成为创新的场域88艺疗所。不仅规划艺文展览，还有民宿空间。从窗户眺望出去，就是普济殿的庙城，充满艺文气息。普济殿庙城旁有栋1950年的老建筑，一直沉睡在角落。前身是仁安医院，经过普济文史研究协会接手修缮，现在变成融合文化艺术与社区参与的重要基地。以前是医疗，那我们觉得现在医疗，因为医疗设备已经很发达了，那因为它这里就慢慢被沉睡，都没落下来。那我们希望把它转化，用艺术的力量，要变成是医疗馆。然后我们用文化艺术把这个空间把它活化起来。1楼空间保留医院的挂号间、看诊间格局，整体空间能依需求规划展览或讲座。2楼有民宿空间，目前规划为艺术家计划场域。从阳台看出去，还能看到普济灯会限定美景。然后在这个整个空间里面呢，布置得非常雅致啊，然后有过去老屋历史的一个呈现。修复过程的一个表示哈，还有我们整个艺术方面的一个置入，那这个是我们在历史街区里面啊一直在支持老屋活化，朝向一个艺术据点啊最好的一个成果，让市民可以看到，台南400行经了之后，到了府城300，能够有更活化，而且更有这个历史底蕴的一个府城的一个城区的一个样态。现场同步推出88艺疗所老屋修复纪录展，透过照片、文字与影片，呈现这座100年历史建筑的修复过程与文化价值。同时还有8方印象摄影作品展，借由摄影师的多元创作，展现光影艺术与疗愈的意涵。记者盛怀谈的报道。桃园市实施免费营养午餐迈入第3年，教育局正式发表营养午餐亮点食谱新书，集结桃园各学校营养师设计符合学童口味且兼具营养、美味与创意的餐点，将提供给各校的营养师参考，让营养午餐不再一成不变。桃园市长张善政拿着餐盘排队打菜。桃园市实施免费营养午餐迈入第3年，市长不仅在开学后亲自到学校考察，跟小朋友一起吃午餐。教育局也正式发表营养午餐亮点食谱新书，集结桃园各学校营养师的健康美味食谱，以及学生与家长投稿的12道创意料理，将提供给各校营养师参考，让营养午餐不再一成不变。每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都会到一所学校跟大家一起试吃当天的营养午餐，吃下来到目前为止觉得的确是美味好吃是没有问题，营养也没有问题，更不问说是安全卫生。那么我们前一阵子办了这个营养午餐的米其林争霸赛，把我们桃园很多所学校有创意的营养师跟厨师都筛选出来。今天我们又端出这本叫做亮点食谱，里面有很多我们各个学校营养师精心策划出来的菜样。我想这个食谱公布了以后啊，我想各个学校的营养师如果说需要创意的时候，这个食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创意来源。营养午餐亮点食谱不仅有详细完整的食谱，还有从零开始认识厨房工具跟使用方法的介绍，更将菜色分为4季主题，以及学生票选出的最爱3道菜。除了发放实体书到各级学校，教育局官网也提供电子档下载，欢迎家长跟孩子们可以参考书内的食谱，在家亲子一起烹饪美味料理。好，这一本亮点食谱是我们免费营养午餐开办的系列的配套之一。那我们也会有电子版，那电子版的部分我们会公布在官网上。所以我们除了学校的营养午餐可以使用之外，我们的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参考我们的食谱在家庭里面做适当的料理。那同时我们也印实体的书，也会配送给每一个学校。我相信透过这些食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对营养午餐的用心，而且多元的设计的食谱，可以让孩子在健康卫生之外，也符合孩子的口味。所以营养午餐大家一起来关心。市府重视营养午餐的卫生安全、营养以及在地食材的应用。为了提升校园营养午餐品质，正和教育、卫生、农业局及各区公所相关资源共同推动，确保学童享用到健康美味的餐点。教育局更携手桃园51位营养师，共同编制营养午餐亮点食谱，设计符合学童口味且兼具营养美味与创意的餐点，并采用当季在地优质食材，结合多元饮食文化与营养知识，让孩子吃得健康又美味。记者赖伟一投报道。一位90岁的老先生，过去曾因肺炎住院将近2个月，最近还出现呼吸道感染，但老先生和家属都希望能在家中接受治疗。经过成大医院居家团队到宅评估与检测，并在家中提供静脉注射抗生素的治疗后，病情逐渐稳定。这也显示居家在宅医疗的可行与便利。面对人口老化与长者急症问题，卫福部中央健保署推动居家医疗与在宅急症，让患者与家属不用舟车劳顿来回医院看病，也能获得专业医疗照护，不只减轻患者与家属负担，也能提升患者生活品质。这几年台湾的人口老化，那很多老人家面临一些急症问题，但是他身体可能不方便就医，可能平常常常躺床时间比较久。那这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提供一个到宅的急症服务，比如病人可能身上有一些感染，需要施打抗生素，或者有伤口需要清创，那我们医师能够到府访视，配合一些这几年发展的一些先进的床边仪器，那可以给病人带来一些比较更便利的一些服务。那病人不用为了这个就医不便呢舟车劳顿，那也减少病人家属照顾的辛劳。大部分我们目前台湾的医院做这项医疗服务，其实都还是算是兼任做，就是他在医院还是有他的服务工作，所以第一个他是需要跟医护人员还有家属要瞧到一个好的时间。第二个出去的仪器的确还有包含电脑，包含这些给药系统等等，都需要再克服一些居家的不方便。那我们当然尽量以轻巧方便的为主但是有时候通常出去还是带着1-2个行李箱这样出去。成大医院一般内科同时身兼社区健康照护中心副主任王俊令表示，虽然居家在宅急症医疗才刚起步，一些病症范围限制与医护人力资源调配，还需要各界一同参与与改善，但对一些反复住院，如果在出院前做好卫教与推广在宅急症医疗，也能减少患者持续住院风险。记者林银庚台南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